在外边转了大半夜，一定饿了。快吃吧。没胃口，没心情。什么花？那不是花吗？你别给我装傻！我房间里的花是不是让你扔了？啊，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把那个花瓶给弄碎了，然后我就给扔了。谁让你打扫我房间了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帮你打扫房间，你不感谢我，还在凶我，有没有你这样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！我堂堂一个狗，我堂堂一个皇帝，我怎么故意了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再说了，那个花多丑啊，多难看啊！我这花多好看啊！喏，比你那花好看10000倍。那什么破花呀，都蔫了，你怎么不扔啊？我为什么要扔啊？这是我花1000多块钱买来的，蔫了怎么了？看着娇艳的，跟美女一样，风韵犹存。你扔我的花，我也扔你的花。哎，给我！你干嘛？拿了！干嘛呀？家业送你的花，你百看不厌；我送你的花，你一眼不看。我就扔了，怎么了？狗皇帝，抱歉，狗皇帝。峰峰，你别哭了。你要知道，他是叶家，不是家业。不是，他就是家业，就是家业。家业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，明明就是家业。你滚开啊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就是家业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。各部门准备了，演员好了吗？来拍了，预备，开始。行不导演这个？不行，再来一条。再来一条是吧？好好。好，再来一条。这条怎么样，导演？还可以是吧？这个过了。欢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起来。来，在这坐会儿，在这坐会儿。大哥，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没事。去把药拿来。哦，好，快！没事吧，大哥？真没事。你有宫女挑着破城墙，至于拍这么多次吗？我要报他局。哎，三弟，你还是别去了。大哥，
你担心我？放心，我找人报他局。我是因为要赚钱养老婆。我大哥长得帅，又疼老婆，千年就等你一回了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换衣服了。行吗？叶总，找你帮忙签个字儿。哦，那你先忙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好，慢点啊，大哥。叶总，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儿。好，谢谢叶总啊。叶总您先忙。哎，你们家也换个乐视电视吧，还带鼠标呢。哎，你见过吗？哎呀，我这辈子啊，最讨厌的就是花心的男人，靠不住，没责任感。李欢他爱怎样就怎样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女孩子家家这名声是最要紧的。你说你再这样下去，还有哪个男的敢靠近你啊？我这不是正找房子呢吗？哎，找房这事儿交给我妈吧，她在居委会消息灵通着呢。前2天刚帮一个人租了房子。真的？大哥，大哥，走吧，今晚杀青宴，我陪你好好喝2杯。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你嫂子去。哟，怎么，嫂子消气了？挺好啊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今儿嫂子，咱们一块儿去嗨去啊！这剧组承诺的工钱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是啊，今天都杀青了，这不给工钱怎么走啊？我们还等着钱吃饭呢。可不是嘛。叶总，你有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工钱呢？是不是要我把你肚子拉开，看里面装的是狗屎啊，还是钱呢？哎呀，叶总您放心，我这就给钱啊。这是我大哥，先把他的给了。您放心，叶总，您大哥就是我大哥。来，您先拿着，这是2000，说好啊。等会儿，不是说好给5000吗？